大丰南天宫文衡圣地关圣帝君观音佛祖每位尊神出行绕境，第一天有到下林里保生宫，西边的卢旗坑坑安堂，还有到南边过了地头港大桥到郡天宫。现在这里下林里保生宫，保生大帝呢，唐代孙思邈，保生二大帝宋朝李匏。中华民国105年1月25号，农历12月份，快15了，14号了，12月14号了。还有大将。